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晚第一条金腰带的比赛。这是一场个人总决赛雏量级61.5公斤级的金腰带争夺赛。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来了解一下他们。坚持就是胜利，不要低估一颗总决赛的心。精武门个人争霸赛雏量级的决赛即将在吴哥土木级和买买提多个体之间上演。半决赛上，凭借顽强的斗志，买买提在被击打至头部出血的情况下，仍然以3回合点数淘汰谢去鹏，爆出了本赛季精武门至今最大冷门。对于金腰带荣誉的渴望，让科尔克孜族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而即将面对的对手，来自北京格斗兄弟的乌格图木吉，同样对于冠军有着惊人的执着。缺席了精武门团体总决赛，这位蒙古族战将一直希望能够弥补当日的遗憾。在精武门6战3胜2次 TKO 的战绩，并没有展现出他在八角笼的绝对统治力。但日以继夜的努力，终究换来决赛场上的最后一搏。乌格图木吉期待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高光一刻。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千锤百炼，均贵在坚持。雏量级的决战，属于乌格图木吉和买买提托特提，更是属于那些永不言弃、目标坚定的人们。大战在即，请不要低估他们那颗总决赛的心。现在金腰带女神展示的是代表中国 MMA 至高荣誉的雏量级金腰带。首先，有请蓝方乌格图木吉。迎战他的对手是来自我国科尔克孜族的兄弟，他就是买买提托克提。双方的对攻，现在看到是反拿了。
Ellerin has düşmandan kalkamadan Egerin düşügünüm şarşavadan Kırgızın tuçok olsun manasın der Kılındar, kılındar, kılındar Kız işin arkalar 接我们个人总决赛初量级对决，首先介绍蓝方选手，身高1.71米，体重61.75公斤，年龄22岁，接我们战绩6战3胜3负2次 TKO， 来自北京格斗兄弟乌戈图姆奇。他对手身高1.70米，体重62公斤，年龄26岁，接我们战绩4战3胜1负2次 TKO， 来自商丘波帕姆麦提多哈提。场上裁判王文丽 ，Your referee bout number 5 Mr. 王文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广州天河体育馆继我们综合格斗职业联赛2016至2017赛季个人争霸赛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格斗解说乔博。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海峡两岸体育交流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主席王涵老师。王涵老师你好。乔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场比赛就是个人总决赛61.5公斤级的金腰带之战，马麦提托赫提对阵吴哥图木吉。到了货真价实的比赛了。 麦提托赫提在金武门呢是4战3胜，那乌图木吉是6战3胜。好，比赛开始。可以说，马麦提托赫提啊，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他不仅仅是证明了自己，更是有过一次复仇的经历。那么之前曾经被谢俊鹏单手裸脚，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又是把谢俊鹏对，可以说是以这个整体的判分 胜出，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了马麦提托赫提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崭新的面貌上出现？次不容易，上次他已经负伤了，他要再血流多点就没准终止比赛了。他在这节骨眼上还是把对方赢了。是的，沃图木吉非常的年轻，22岁。就是现在是，乌戈图木吉啊，他现在是打的反将。是的，这边抽的不错，直接低头抱腿，但是刚这个抱腿有一些太盲目。是的，过于明显，非常危险，因为他的对手 马麦提托赫提爆发力极强，特别是重拳的 KO 能力极强。他应该往上引个动作，再往上走，不停在用，是的，这俩人本力差不多呀。是的，用泰式的孤劲，确实刚刚这一番交手，双方的可以说也是在较劲，来试探对方这场比赛的备战状态。这个乌戈图木吉呢，这个看来是求胜欲望比这谁还要强。是的，啊。 沃图木吉在金武门的经历呢，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马麦提托赫提却是一位上升期极快的一位选手，不能大意。咱现在目前来讲，看到那个马麦提托赫提，可能上次赢了谢俊鹏以后，他自信心上来了。是的，而且刚才有几个踢打的动作还是不错啊，能甩起来。假如地面上你要说这个乌戈图木吉站立的技打得少，就指望在地面，那你就要。 那只能看你地面了。现在站立技你要强啊！刚才有几个，现在有几个动作，你看扫踢。是的，马麦提托赫提的本力是相当的大，而且呢摔跤的功底扎实，重拳也是相当的重。但是王老师他的右手吊的呢是一个习惯性的，对，吊手没错，因为他习惯大范围的移动，但是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对。 地面扫的还挺放松，但是把双手一定拿起来。是的，这抽冷子来一下的话，你全攻进气了就。那么这场比赛乌戈图木吉，我们看到就像一个猎鹰一样，不停的在用后手拳去瞄准马麦提托赫提。这个乌鸡图木吉应该出动作了，不能老这么延续。假如这个你看，直接抱腿，对，要是老一直下去，你的这个漂亮，那个我们叫过桥摔。 这个过桥摔的幅度相当的大，拉了一下，往后拽拉了一下。是的，好的，现在是骑乘了那个上十字压。每次擅长降服技的选手要知道自己的对手相当于一头猛兽一样，不会轻易而举的就会让你这个压平在地。乌戈图木吉想法得让他起来。是的，好不容易得这个机会，因为从站立技他没什么动作，要起身，我看到起身了，本力相当大，断头台，断头台，在卡位。哎呦，看来这个
不好抓，因为他力量差不多。再次的挤到了龙边。这个买问题他也看，这个买问题也看，就是不想跟他走地面。是的，双手搭扣，非常漂亮一个贴龙边的一个压迫式的摔法。成旗，夹劲，我们管叫夹劲摔。非常紧。那么这种的打法就是在地面上啊，要非常的去保守。我们看到只要稍微空隙啊，本领可以啊，买不提。是的，在赛前呢也是有着针对的训练。现在是乌格图木吉处于下位了。这场比赛关系到了谁能够拿走这条61公斤级的金腰带。这个经过1年的苦战，应该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是的啊，不论是说他高额奖金，失足啊，没有。好，这现在都是比较拼命。是的，也是证明自己这1年辛苦的比赛，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要走到最高的领奖台。但是呢，不管谁赢谁赢，我已经说过了，都是英雄。是的，埋提托和提他的本领是相当大，而且他缠斗的本能相当出色。这样的话呢，就给这个乌图木吉啊造成一点影响了。为什么？站立技没有动作，地面上现在还没有占到优势，麻烦。那么刚刚的场景啊，让我想到了在上一场比赛，为什么埋托和提这场比赛对于沃图木吉在地面的缠斗这么大胆的敢使用招数？那么上一场比赛他面对的是缠斗高手谢俊鹏，而且能够胜出谢俊鹏。还用他的用是单臂裸脚，是不是单臂啊？是这个最后的判分啊。也就是说，谢俊鹏都没有能够降服埋提托和提。埋提看来劲儿上来了。是的，把手拿起来，小心啊！10秒。这是第一回合还是这个体能注意啊，好的，漂亮，说的很漂亮啊，打拳的不要意识太大。好，第一回合结束，可以说第一回合的比赛对于乌格图木吉来说也是大起大落，对的，我觉得对图木吉这个影响不小啊。是的，因为自己本身的优势在龙边以及在地面的压制，2次都被埋提托和提破掉。好，双方第2回合的对决，在第1回合当中，确实对于乌格图木吉来说有2次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埋提托和提啊都是进行了可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反击啊！这个首先呢，地面呢，他这个技术可能不如乌格图木吉，但是他力量起来了。是的，站立技呢，他有腿的动作，看见吗？敢于出招。对呀，你这一腿扫他也很麻烦呀。刚才这一腿已经影响到了乌格图木吉。对啊，受到他打的内侧腹韧带上了，这很容易给踢断了啊。危险了！乌格图木吉的前腿的支撑腿已经多次遭受重创。对，要小心喽。一个下潜，现在漂亮，提拉有没有？提拉抱着双肩，他有点累，不太好拉。想再次使用刚刚第1回合使用过的贴龙网的压迫式的摔法，往后摔，往后转身，顺拉，像自由式摔跤那样。要不你这么靠着，你什么时候能倒他呀？但是这个时候呢，沃图木吉心里面的可以说是想法呢，我们应该也会了解，因为在第1个回合2次行之有效摔法，而且呢是完全压制性的上位侧压制还有撑起压制都被破掉。现在是得了，让这谁拿背了？难题，连续的重拳的击打，看如何处理这个动作。分开，好啊，看来就是估计是刚才那个买问题听着裁判了，听着那个教练了，不要了啊，因为他有站立技啊。这场比赛虽然沃图木吉我们看到他是真是有备而来，拿着战术来的，但是这场比赛埋提托和提多次
非常敢于亮剑，敢于出招。对，好，那现在呢，看来地面不好走的话，那好，哎呦，这个买卖提这个拳呢是打的不太规范，而且呢双手不注意护头，但是呢这个乱拳还挺奏效，但是呢这个乌图你得想办法呀，一定要想办法。现在目前问题是你地面没有的话，你腿上没动作，拳上你拳架拿的比他好，但你多做几个动作了就。是的，现在的可以说是天平的可以气场的优势啊，现在麦利托和提啊，这气场爆棚。对，好追击再来，这么追击打力量使不出来，得慢慢靠近啊。现在乌图木吉显得打的是过于理性。你看这种又有拧摔啊、推搡啊，这个本领啊，看来就是谁大呀？那还就是买卖提啊。这看到是格斗兄弟的主教练姚洪刚在场外给乌图木吉进行指导。着急啊，他的教练很着急啊。这场比赛关系到了，可以说精武门经历了实战200余场的单场啊。对呀。现在就剩下这么10个人，等于这人哆嗦了10多嗦，就差1哆嗦了。是的，这个上法看有没有？这个再一个侧来漂亮，有力量，帅摔，拿背非常的紧，一个提拉，这个对乌图是个机会。在这个机会也可以说要放手一搏了，因为在没拿着脖子，拿这个细节啊，乌图木吉会消耗非常多的体力。好的，这次还不错，能把手抽出来吗？抽出来看能不能做一个弹平，做一个裸脚，有没有？小心了，有了！哎呦，转过来了，这一下转过来了，太漂亮了。马梅利托和提的防守，还有他的非常果敢的这个风格，看看本力翻起来了，太精彩了。看来这买卖提是真是没少吃牛羊肉啊，真是没好好练他的力量了，这本力是真有啊。现在麦提托提在上位，在刚才有几个短促的肘击，也是打到了乌格图木吉。那么一个好机会，假如乌格图木吉要没把不住的话，从下面再好拿的话，有点难度喽。现在乌格图木吉啊，对于如何从下位发起进攻，因为看到这个麦提托提确实他第一本力强，第二平衡感好，方位感好。对，哪怕是刚才啊被裸脚的一瞬间，都能够马上转身。就是说他这本力啊，现在跟小那什么，跟说句这个那什么，跟一批人那个莽牛似的。是的啊，跟头牛似的。这买不提现在，你看现在挂彩了那谁乌图木吉，麦提托和提最近几场比赛可以说是连克强敌。这个第二场比赛快马上进入尾声。目前来讲，这个对乌格图木吉的这个不是很有利。乌图木吉在下位还是不停再去尝试。看来技术要练，功力一定要加强啊，因为有了功力加强才好啊。现在是麦利托和提进行侧压拿背，好，第2局比赛结束。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第2回合的比赛。乌格图木吉又是啊，这次刚才离这个胜利啊，真是一步之遥啊，甚至要比第1个回合还要接近胜利。麦利托和提非常的果敢，又拿背。其实这个买不提他确实很有本力啊。是的。You end up alone after all that you've done, all that you paid for. Did you get what you wanted? You know that it come with all you were made of. When you were young, people don't think you know what you're made of. Oh, well, you've been with me. It's not hard to see it's all that you wait for. Now I find a way to see it through. Can you not be hateful? Oh, our love, can we realize that what it makes for? You were there for me, and I was there for you. 好，第3回合的比赛，在前2回合当中可以说是也是大起大落，而且在第2个回合啊，对于这种比赛形势的扭转啊，真是相当的大。而且乌格图木吉真是就差这个裸脚，只要手塞进去就有可能拿到这条金腰带。对，哎呦，金腰带看来是烫手哦，不是很好拿的哦。
这个随着这个回合到尾声呢，力量消耗很大，体能消耗很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看第3回合呢，这个表现吧。现在买提托克提，我们看到他的体能还是相当的充沛，又是一个拿背，又是一个反转反拿背，太精彩了。这个看来这个想把这小马弄服了不容易啊。老是翻身翻了好几回了，这是的。现在沃图木吉又想去拿买维提托克提的背部，单脚勾入，再一次的反了过来。这个买维提确实本力大，这回是的。我觉得跟上次打比赛的判若两人有点。是的。现在哎呀，沃图木吉看来金腰带的含金量一高啊，确实是能激发这个勇士的斗志啊。想做一个扫翻的动作，侧打那个被小心后倒。刚才一个深入半防守，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现在买提托克提还是占据了上位，而且现在体能下降，那个乌格图木吉这是一个断头的动作。是的，真要夹住了，双腿往一扣大腰就麻烦了。前手呢已经是刚才险些进去，是的，没劲儿了，看来图木吉也没劲儿了。体能的消耗是相当大，相当大，而且这些体能呢，很多是心力的消耗，看着眼睁睁快到手的胜利的果实。他不是这个一开始是欲望很深，但是一直没眼睁睁。是的，现在眼睁睁的是让人要拿走了没力气了，体力下降很厉害了。转身，这动作根本就没必要做。到这打了第3回合，你还做它干嘛呀？对吧？第1回合体能好时候你都不做。买提托克提是多次的使用自己的右腿的重腿，再一次的抱腰，有没有？发一个福利吧。哎呦，拿背，但是滑掉了，马上就转过来了，马上就翻过来了。三角，拿不住。双方到了第3回合呢，身上是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很多的脚技啊做不出来。是的，买提托克提又是一个重肘打到。现在沃图木吉不停的在做三角锁的部署，没用了，太湿滑，拿不住。对方这个买维提力量太大。买提现在把沃图木吉是挤在了笼边，非常的被动。重肘，就这么压着坐地面上面锤击就行了，一点点勺到他。切肘。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这个看来就是这个空击没劲儿了。再次想要去拿背，但是又被买提托克提反拿背。小子看他这想小心啊，但是拿他背，他倒没有能力翻起来了。搭了一个身体的三角扣，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乌格图木吉的呼吸。那么好，他用裸脚，他把他压平了，手伸进去了吗？连续的地面砸击，沃图木吉能否逃出？成奇的砸击，还1分钟，非常的危险，有点危险了。你单面裁，很有可能随时终止比赛。对呀，你单面锤击，你看这切肘，这个图木吉刚才用单臂撑着对方脸，跟没用那样。很难翻盘了。连续的砸击，下位的乌格图木吉。现在乌格图木吉不是说要给对方怎么着了，是别让人家对方把自己怎么着就行了。在上位的买提托克提，他的平衡还是相当的稳健，这些拳是相当的重的。20多秒拉平，想做裸脚吗？裸脚，那么好有了，拿到了，这个裸脚拿到了。临比赛完还在这个裸脚盘点认输，盘点认输，金腰带产生了第1条金腰带，那就是买卖提。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3回合4分43秒相逢获胜，买卖提托克提。下面有请世界泰拳联合会 WMF 主席阿格拉猜将军和世界泰拳联合会 WMF 副主席刘国奇先生为他们颁奖。好了，谢谢颁奖嘉宾 ，Thank you very much。好，买卖提托克提，请留步。买卖提托克提。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身边站的就是61.5公斤劲舞门最后的总冠军买卖提托克提。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那么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特别激动，因为第一次拿到金腰带，我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我想告诉我的队友们、我的教练团队，还有我特别感谢支持我的科尔克斯同胞们，还要感谢我最爱的妈妈，还有我的女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那么这场比赛是相当的艰苦，而且呢，你的对手乌克图木吉是相当的强劲，在第1个回合就有2次摔倒你，而且拿到优势位置，在第2回合又一次裸脚险些把你降服，是什么样支持你逃脱？还有你为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的备战呢？因为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第2次支持我的同胞们特别多，我想告诉他们，我要不要忘记他们的希望，我要实现他们的梦想，实现我自己的梦想。那么在最近几场精武门的比赛当中，可以说你连克强敌，不仅仅是证明了自己，而且对于龙鱼格斗的谢俊鹏，之前曾输给过谢俊鹏，但是你有成功的翻盘。那么你究竟在自己的备战上有哪些侧重点呢？以前我有点小看我的对手们，所以不小心给他们一次机会了。我一次输给他们以后，我要重新注意了，重新的好好的备战了，把自己的缺点改成了优点。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买卖提托克提